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半只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袂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一路心凉。先觉，武林的先觉，广南阳城，特别听相公人甲传吕伯君甲宗家人的秘密录。无白无敌杀手戴金星，奉了吕伯君之令，特别心图相公人。杀手！国内的杀手，你要对杀闪光人哦！听着，9月7号到南阳城，听我甲传天下一大秘密，就是庄家人甲吕伯君的秘密啦。恁一定会知影，我是万教最唔惊死的乱世闪光人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唔是乱世闪光人，就是宇宙闪光人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客秀啊！哦，我以为啥人？就是乌潮主。是啊，闪光人你发讲啊啦啊！你明知吕伯君的厉害啊，偏偏得要甲传伊的堂弟，你明明自吹死路，啥物？哼！乌潮主，你是我好朋友，咱偏偏是无人岛人气数，你唔知影我的作物啦。我啥物都无去咯。既然啥物都无咯，我在世间又有啥物意义？如果你背叛吕伯君，必须甲中原军阀联系，安尼才有够力啦。啥物？中原军阀？哈哈哈哈！信用未够。卖冲动吼！忠言逆耳啦吼！你一定要冷静啊！多说啊！闪光人，你冷静无？当一个人伫咧做恶梦，恶梦初醒的时阵，衣柜未实，汗流浃背。但是刹那间冷静的时阵，才知影讲这是恶梦。然后恢复本性，而觉得好笑。有智慧人会思察一场恶梦是从哪里引起呢？如何觉有亏天理良心而引起者，速速以德弥补之。如果你若无冷静，搁做一个极端的反应，恐惊有损身体啊！没管我！这个人性命危险咯！阴影秀才想从小野路口中得到多名客真相，小野路也想得要探出阴影秀才是男是女，因两人演出虚情假爱，妙戏连台。你酒饮大醉咯？我无醉啦。好，你若无醉，我就问你，当时多明去甲你同床共枕的时阵，连脏水也穿咧困吗？是啊，愈想嘛愈好笑。但是我利用伊困色时阵，我做伊顶长管吼，怎啊甲伊烫起来呢？结果什么？结果碰到伊的头尔，伊马上就醒过来咯。哦，
然后呢？然后伊慢慢家己脱去着伊的脏水，呀，将迄顶脏管也怎啊留起来，又搁倒落去困咯。伊是毋是苏彦文呢？莫拍断鼓病啦！我讲我袂了哩。呀，伊就急急甲我叮咛，讲迄个门爱甲我串好。明仔载我若是还袂爬起来，千万都毋通互别人入来这个房间哦。我就照伊吩咐，将这个门甲伊串好势好势啊。哦，呀，脏管脏水拢腾起来了后，伊的面容生得怎样？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非常非常的斯文啊！哈，迄个面型写做安怎？面型啊，这要安怎形容较好呢？来，这张形图你看详细，是毋是甲这张形图同款呢？啥物呀？甲这张形图同款？差多咧喏！甲我同款啦，会使你讲哦，比我搁较水啦，而且是查某囡仔呢。啥物？查某囡仔？呵，你伫咧酒醉？哈？你看我酒醉，我才无咧醉。你想讲我酒醉，看毋到伊心？坦白对你讲，如果伊若毋是一个姑娘，迄一夜我就失身咯。你的话要教什么人相信呢？我得要教你相信啦，教什么人相信？我是冰晶玉洁啦。今夜你一定要甲我成亲啦，你若甲我成亲，你就会相信我的话是实在啊。哎呀，咱两人同房不是在这个所在。我若带你倒来阮兜，按照结婚仪式，拜堂了后，这进洞房未慢啊？我唔啦，我先上车后买票。这是违反家规，绝对袂用哩。哼，你无得爱我，你无得爱我啦。我真爱你，假使我若无爱你，为什么哪会甲你求婚呢？爱我你都要爱彻底啦。我想着要求你甲我同床。如果你若是查甫人大丈夫，你一定会答应我。如果你若是像杜明家迄是查某囡仔，迄就无话讲啊啦。你甲我结婚同房我种吗？是，你查某的心？毋是，我查甫呀。你若是查甫囝，为什么你毋敢担当？你毋敢做主？你毋敢甲我结婚？什么意思嘛？有没有秀才相公？这放手啊！你以后一定要甲我当成强金啦！你咧酒醉？无啦，我无咧醉啦，我爱你啦！放手啊！小野路，小野路，小野路，哎呀！赶紧的，药单互伊吃。小等下，你甲和婷用我的绝招，就将伊身躯的这个万毒给逼出体外。好，吃。赶紧的，将这个药单给落在口中。唔免，毒气先甲逼出体外，然后爱请高明的先生来甲伊治疗啊。哈，都搁请先生啊？是，伊是无武功的人，所以呢，伊的抗力比较微弱，需要先生来甲伊治疗。好，你要去请先生？无错，小爷咯，为你牺牲真多咯。为你毋是为着我。因为伊爱你啊。哎呀，滚笑啊！我老早就向天下宣告体文咯，从今以后不问江湖俗事咯。前辈，本来我也是想退稳，结果为了这班恶道迷途，所以才中断江湖。恶道恶道甲你有啥物关系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官府会尽责消灭这恶道。可是扫地乡北，维护社会安宁，人人有责啊！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，也毋过我无爱做的代志，任何人都无权逼我。晚辈绝对毋敢逼你，只是望前辈你徛在医生的立场，令以人的性命为重啊！这，好，这
这粒水晶球，你若是用你的手掌，安尼甲我掟破，我就甲你去医人，也毋免这个所在费尽后舌啦。哦，水晶球吗？这粒水晶球，你用手若甲我掟破，我就甲你去医人，省费后舌啦。哦，这除怀有孙杨真功的人以外，是无法度人掟破。好，我来试看卖。搁再一礼拜完全的康复啦。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啊！你是苏彦文吗？我是多明溪，毋是苏彦文啊。因为你连孙杨真功，你讲好认识苏彦文，有亏良心哦。实不相瞒，孙杨公是苏彦文传授给我的。无先天体人，特别练到这孙杨真功，这有所困难呐。万项全身都有可能成功啊！过时咯。爷咯，你确认阴影秀才是女人吗？无错，绝对是女人啊！好，你将这个正确的消息传达给多明溪知影嘛？我要另设车房楼，特别探出多明溪秘密。你唔通漏失机密咯！阿姊，你信任我吧。好。小爷咯，阴影秀才有何消息呢？伊是女人啊。吕伯君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一人敢死，万人不敢攻。呀哈！呀哈！保罗我都要杀手，比了闪光人，杀得狼狽不堪目。我是宇宙闪光人，不是乱世闪光人啦！我好像一粒闪闪发亮的天星啦！我要甲传吕伯君甲庄稼人的真相。喂，各位，9月7、9日南阳城再见吧！行行行行行行，湖北无敌杀手大金星，你在这个酒馆内面练功夫，得要行行群众。同时，多明溪也在店内公关。各位人啦咧，点子，啊，我多钱？两种都12两银。你甲我记闪光人的笑。无喏，咱所不识面啊，头一摆你就甲我写笑，我总谈无偌济，我先生嘛袂好。朋友，你太懵懂啊！人不过为小事而惹大事，兼失面子啊！你赔偿？请万动手！这句话你必须听互伊清楚。善人好气一团，恶人杀气腾腾。就是讲，吉人无论作用安详，即梦未心魂；凶人无论行事浓烈，即声音俏语，浑是杀机啊！你的意思指我是恶人，自比善人，赔偿？再听者，创出世上因，善用者生机，不善用者杀机。就是讲，和福无闻，为人自招啊！这种功夫确实有理，朋友。我第一剑是要斩闪光人，所以你免死，可惜。
你个酒钱甲饭钱拢无算咧，人家啊钱啊钱啊。店主算我的就可以咯。你甲伊也无熟悉。钱是世上的纯废物，偌多？我算讲嘛，我你下倒14两半。这退去吧，剩那免走。多谢你做人真慷慨。过时。无敌杀手戴金星挑战闪光人，在南亚国岛旁对阵咯。这个时阵多名客也情关其实。两人争斗不过3回合，戴金星击中了闪电降落。多名客及时救走戴金星。啥人敢来救人？好打，好打，好打！朋友，我救人也冒犯着你吗？如此者，全世界医生都唔敢救人咯。杜宾客，你三番两次都要来阻碍我的工作。前日我也讲过，你显示着本性咯。你宁静再听我讲一个道理吧。听就听。真伪之道只在一念。什么为真伪之道呢？人人都有个大慈悲，为魔多快无二心。处处都有种真趣味，金屋茅檐非两地啊！只是欲避前方，当面错过便知足千里矣。就是讲，人之本性是善的，为魔佛道，甲这个斩犯的刽子手，太知怎样的人，也是同款的心肝，只是观念的问题。如果你能改变你的观念，善莫大焉。你这个阿婆，好阿婆，这次也是听你的。9月初9日南阳城聚会，希望你来参加。过时。大金星，你也有听到吼？最好斗的闪光人。伊也能了解是非咯，你也是洗手江湖嘛。多谢，听你的啦，多谢你。荒芜断肠人，不能惜花宽头，沉入酒色之中咯。困难，信心杂足爬过难关。免对我把破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着爱顾赞。相信你是内行人。断肠人在了这个酒会的内面，一幕一幕回忆着过去的情景。困难，信心杂足爬过难关。免对我把破刁难，因为
中吼，总是隐瞒一件重要的代志，拢唔敢透露。什么事情呢？风雨断肠人，当因因恩恩爱爱，形影不离。伊总不能发觉这就是款头。相公，我心中恩重真久，一件代志拢唔敢对你透露。啊，过去这段风平浪静，现在又搁要起风咯。天兵，这是我一生中至爱至恨的代志。至爱至恨，爱从何来？恨从何来呢？至爱就是唯一的你，至恨就是乱世闪光人啊！闪光人怎样？闪光人对我强暴了，啊！此人不读，处分难消啊！但是要收拾这个乱世闪光人，必须向吕伯君借阴阳分别剑，才有可能随心应手。吕伯君，哼！我知影你是怨恨吕伯君，但是不要紧，我来向他借双剑嘛。好吧，你去吧。我会随时回来吼。因因、吕伯君，因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这对就是阴阳分别双剑咯。哦，武林珍宝，皇上相公旗开得胜啊！我会阁倒转来，暂别了。黄沙国，黄沙国，闪光人以断肠人第三次的决斗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拜倒石榴军下的男人，我的胜算有8分。好，输赢。断肠人献出闪亮的阴阳双剑。所以闪光人莫不所人咯。哇！有咧拼咯，有咧拼咯。因两人伫石榴军下伫咧拼输赢，这次闪光人闪袂过咯，闪袂过咯。也毋过闪光人若死，天下的仙阁就无法度知影吕伯君甲庄稼人的秘密咯。哇！闪光人是着闪电光，眉间奏效。这个时阵，吕伯君出现，特别收治我人头一个文世先生。因两人行到面而脱色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精彩下集便地分晓。苏彦文一路新娘。